我操！你这臭东西给我想死啊！没事在大马路上乱跑什么？我帮了你，你怎么还骂人啊？我就骂你怎么啦？我还要打你呢！你什么你？下次给我小心点，别让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站住！干嘛？打了人你还想跑啊？过来！这位大哥好心帮你，你还打他？今天不给他道歉，你就别想走了。对不起，你们给我打个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哦，我没事，兄弟，真是太谢你了。喂，妈，什么？你来城里看我了？你现在在哪？喂，怎么了，大哥？哦，我手机没电了，能借你手机给我打电话吗？啊，刚好，我这有个充电宝，充电速度很快的，拿去用吧。在火车站是吧？好，等一下我就过来接你。先这样，挂了。哎，兄弟，你这充电宝充电还真快啊，还你。你要喜欢的话，就送你了。自带吸盘，外加苹果、华为、安卓3条快充头，还带个手机支架，功能这么齐全的充电宝，应该不便宜吧？这个充电宝呢，是我在直播间抢的，市场价要100多，但现在只要出厂价59.9，而且还包邮呢。原来这么高端的充电宝出厂价还那么便宜啊！是的，大哥，当今社会像你这么好心肠的人已经不多了，好人一定会有好报的，加油！